本影片由 AI 軟件製作，部分語音效果未盡完善，但仍希望透過動畫將故事既心意帶俾大家。敬請教師及家長喺於播放時適時指導學生，以協助理解內容。小朋友，你知道嗎？喺恩慈理財獎勵計劃應用程式入面有一個儲蓄功能，你可以用自己努力獲得嘅星星，慢慢照顧小動物同埋植物，每日為佢哋淋水、餵食，細心陪伴，學習一點一滴慢慢累積嘅重要。究竟小朋友會點樣照顧佢哋，令到愛慢慢發光呢？我哋一齊睇下會發光的愛啦！我哋一齊照顧樹苗同小鴨，將星星儲起變成愛心。好啊，慢慢養大佢哋啦。好啊，我要用愛心養大佢哋啊！每日細心灌溉，慢慢儲蓄，愛心就會一點一點累積起嚟。原來儲星星唔單止係儲獎勵，仲可以化成照顧生命嘅力量。喺小朋友嘅悉心照顧底下，小鴨由一隻細細隻嘅鴨仔，慢慢長大成為健康又開心嘅大白鴨。小樹苗亦由嫩芽開始，一步一步長成開滿花、結滿果實嘅大樹。原來只要有耐心、有愛心，每日努力累積，小小嘅成長，最後都會變成大大嘅成果啊！大樹先生，你喺度諗緊乜嘢啊？我係諗緊小朋友每日都咁錫我哋，同我哋一齊玩，又同我哋傾偈。多謝小朋友每日都照顧我哋啊！係啊，小朋友真係好愛我哋啊！我都想報答翻小朋友。好啊，不如我送翻份禮物俾佢哋。我哋等你啊！交俾我啦！於是星星就飛去星星星球，去搵感謝小朋友嘅回禮。終於星星搵到禮物，帶返嚟俾小朋友啦！呢份係送俾小朋友嘅，快啲打開睇下啦！小朋友打開咗個寶箱，見到入邊有佢最期待嘅星星。原來愛心同耐心真係會帶來美好嘅回報。哇，係閃閃發光嘅星星啊！